台北市有一间非营利的幼稚园，哪像管教无妥当，议员讲有囡仔做体能训练，已经跋倒3届啊，老师煞搁甲拖咧走，搁要求囡仔爱倒头栽，囡仔喊疼，老师嘛唔插。幼稚园即阵是有出面驳回，讲这是病院评估的早期疗育课程，欢迎来调查，请老师一个清白。伫社区内面的非营利幼稚园，囡仔伫咧做体能训练，有人体力无好，跋倒了，医院被拖来行。所结果带到边仔，两只手盘饲伫咧涂骹，规身人倒头栽，时间有够1分钟。另外一组的囡仔是伫咧 PU 跑道做小牛刹车的动作，有听到囡仔伫咧喊疼。引起附近的大伙关心，向议员投诉。园长刚刚他没有办法出席，甚至还谎称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。当时候在社宅，非常多的住户都有看到、有听到小孩子喊痛，但是老师呢置之不理，继续拖行孩童。议员这个囡仔遭受到不当的对待，讲这间幼稚园10月16到10月20的课程拢无倒头栽加小牛刹车这款训练课程。对此，幼稚园以代志也搁伫咧调查，并无参加记者会，也澄清伫咧影片内面的囡仔经过病评估是需要提供早疗课程，才会训练因的肌耐力。他们2位的家长很清楚，我们的老师有帮孩子个别做肌耐力的训练。我欢迎他们大家来调查。如果我们老师真的没有做到这么严重的事情，要还我们老师一个清白。如果有我们要调整改善的，我们一定会来调整改善。调查期间原则是1个月，那如果案情比较复杂，可以评估延长1个月。依照相关的调查办法，我们可以请园方是请他暂时调离现职。社会局讲，离校不当对待部分是适用离校权法来做裁处。因过因为幼儿教育也有照顾法已经修法，今年3月实行了后，有关幼儿园内面不当管教事件的调查甲处理，是优先适用幼教法的特别法，将会转介到教育局做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